過年流流，竟然爆單，即係內地同香港嘅矛盾新聞。係咁咧就係講緊，梗係曹建華事件啦。咁就而家就直至呢一刻錄影嗰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同埋來源。咁但係我哋作為解困新聞學咧，就算用呢一刻已有嘅資料咧，都可以做晒足夠嘅推演嘅。咁點解咧？就因為其實我哋只要分3個層次去推演就得㗎啦。咁首先大家一聽就梗係覺得會唔會係跨境執法咧？即係公安嚟香港夾啊潮生翻去。公安係其中一種，仲有另外一個詞語嘅係強力部門。強力部門，強力部門，大家記唔記得咗強力部門咧？林榮基事件啊，呢個事件嘅時候，一啲都唔好笑嘅，其實我哋都係苦笑嘅啫。嗱，第一個推演咧就係如果我哋用上次林榮基事件、李波事件或者銅鑼灣書店事件作為一個基礎，咁先唔去討論曹建華係唔係香港永久居民，最重要嘅係上次咪成班香港官員俾人哋請咗上去睇片嘅，即係阿林榮基啊咁樣，仲俾人批評話公開咗嗰啲片段添，係咪？好啦。嗰個通報機制，而家不論民主派第一大黨定係建制派第一大黨嘅阿頭，即係涂謹申同埋李慧瓊話，政府係冇將通報經濟嘅最新更新情況咧，係匯報俾立法會嘅。之前唔係話會搞嘅咩？係啦，嗱咁老實講，我覺得你當然可以鬧特區政府啦，特區政府唔鬧啊點會做嘢好多時？尤其是而家梁振英根本係唔打算連任，即係點啊？在完啊嘛，佢就會做咗曾俊華之前做嗰樣嘢啦 ，hea 做，儲埋嗰幾個月啦。5個月係咪？今日都2月1號啦，係咪？7月1號佢都唔使做啦，連半年都冇。你仲放緊假添啊？而家係咪？咁所以而家佢又唔會答㗎啦，即係拱阿張建宗走去答啦，你答啦，處理特首啦佢。你唔知做政務司啦，處理埋做特首啦，即係拱阿張建宗去答啦。張建宗識鬼答你，福利佢答得好詳細，數字佢會有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既然個特區政府你都明知佢 hea 做，你新上任呢班立法會議員，由10月到而家，食咩啊你哋？唔做嘢㗎，唔跟㗎，即係諗呢單嘢梗係特區政府唔啱啦。我再講一次，梗係 hea 啦。但係你班立法會議員又係嗰種典型嘅，傳媒唔跟，冇人緊張，市民唔記得咗邊個，就當冇咗件事，銅鑼灣書店呢件事啦咁樣，係咪？好有問題啊！我係指意你班立法會議員做嘢㗎嘛？你話你成日監察政府，原來你監察條毛，係咪？等於傳媒都有人做嘢嘅，比如我咁啊！你知我尋日喺人民大道中，我係請咗民航處嘅副處長上嚟，就講下嗰啲航機喺雷達度唔知消失幾多秒啊？數據系統啊？呢啲仲有人跟㗎？係啦，冇人跟。點解我要等到琴日初4先跟咧？係因為點解啊？過晒高峰期啦嘛，大家熱烘烘嘅時間。大家記唔記得最初爆鑊嘅時候係幾時啊？係10月。我12月都唔跟住，因為點解咧？因為我想等埋農曆年，因為農曆年係全年最多飛機經過香港嘅。所以尋日就話原來聖誕節冇事。原來呢一個農曆新年去到初2，即係出境入嚟香港高峰期。都冇事，年28原來仲要破咗香港有史以嚟最多飛機入咗香港嗰個即係服務範圍個紀錄添，都冇事，都冇飛機消失，又冇人爆料，乜事都冇。咁你之前就話好危險啊，好驚啊，冇一個搭飛機啦咁，呢啲咪就係解困新聞要做嘅嘢咯，就係等件事喺適當嘅時候做翻個跟進。咁你班立法會議員就係放假放到傻咗咯，放懵你咯，原來冇跟咯，咁而家咪出現曹建華事件，又走嚟鬧控控咯，又喺度即係做嘢咯。所以第一個層次就係你班立法會議員唔該今次啊，連續2單嘢啦，你每個禮拜或者隔個禮拜就話俾我哋聽，呢一個 hea 做嘅梁振英政府嚟緊喺6月30號或之前點樣搞掂完善埋個即係通報機制咯，包唔包埋唔係香港嘅永久居民咯，其他人係點咯，過境嘅人係點咯，遊客嘅人係點咯，係嘛？你可以做嘢㗎，你咪防範於即係防範第3次發生，防患於未然咯。係啊，因為之前林榮基事件大家都記得，泛民係撲晒出嚟，好緊張呢件事。林榮基排隊頭添啦。咁你先唔好講建制冇任何誘因去得罪阿爺啊，或者去做一啲嘢令到阿爺唔開心啊。
唔好亂噏洗頭艇啦。係啦，咁，但係泛民係應該特別，不過洗或者民頭艇主派都係應該要着緊啲阿星嘅。爺都已經唔喺立法會啦，係都唔喺度啦，都冇。佢收幾多 WhatsApp 都冇人理㗎啦，而家係啦，咁所以民主派或者泛民又好，民主派又好，應該特別緊張呢件事嘅，真嘅。個禮拜跟啦，係我都冇件事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啲咧真係某程度上都係要票債票償，即係冇搞呢啲就要咁你哋要記住先得㗎，係咪先？啊講到咁緊張，又搞遊行又剩，係原來而家爆鑊先嚟都嘈，冇任何改善到啊！幾戇居。係喂，呢個講咗咁耐都仲係第一個層次啫喎。第二咧，第二個層次就係呢個特首既然都唔會做落去啦，係咁你咪下一個特首嘛？哦，特首選舉嘅時候可以問佢係嘛？唔係，而家就要問啊，排頭位嗰幾個。哦，即係林鄭、曾俊華、胡官，再葉葉劉，劉排到第4啊！你而家我包都係咁諗嘅。排名不分先後定係點啊？即係你胡國興走嚟抽一個水冇用㗎哦，佢唔贊成呢個跨境執法，佢係唔得嘅。嚇！你唔贊成跨境執法呢個係廢話嚟㗎，邊個會贊成啊？係都係寫咗㗎嘛，基本直情係廢話啦！你不如話俾我聽，如果你認真諗住自己會贏嗰做特首嘅，你點樣去搞個通報機制？你點樣可以阻止呢一件事一定唔會喺香港發生？咁你咪問嗰4個人咯。Hold them accountable 最好㗎啦！曾俊華話而家佢問緊年輕人啊嘛，啊係啊，好多人寫政綱啊嘛，寫埋落政綱度，係開條題俾所有特首選舉參選人咯。係銅鑼灣書店事件同埋邵俊華事件，你如何確保呢件事唔會再發生咧？答我哋咯。嗱，呢個第二個層次，展望將來啦。咁你話哇，黃永咁難嘅，唔緊要，我俾埋第3個層次，所有特首選舉參選人照抄都仲得。係第三係咩啊？因為第3個層次咧就係、你而家一路都假設嗰個係內地嘅強力部門，或者係黑幫咁樣唔係強力部門係一種啦。啊另外一個情況就係黑幫啦啊強力部門就有通報機制啊嘛係。你點樣擴大同埋完善個通報機制啫？OK。但係如果根本就唔係強力部門，或者唔係所謂官方機關，咁即係黑幫係嘛？又唔一定黑幫嘅，或者市民，香港市民夾翻香港市民你上去又要明白，定點啊內地咧有錢嘅人何其多人。有勢力嘅人係嘛？幾多機構因為有錢就使得鬼推磨，又使得黑幫推磨，又使得任何人推磨都得，係咪？佢請導遊都得啊！導遊係啊，佢請一間旅行社，我包咗你成間旅行社幾百個導遊，同我喺全香港夾實呢個人，escort 佢翻嚟，佢哋專業嚟喎呢啲，專業 escort 你翻嚟。成日夾啲人去買嘢，包車啊咁樣，係嘛？你點知啊？嗱，總之如果唔係官方嘅，即係民間啦，民間就可能係黑幫啦，或者係商業啦，係咪？或者 freelance 啦，係咪？淨係專做夾人嘅啫。咁無論如何，如果唔係官方，係民間，無論佢係用黑幫，唔係黑幫，定係用商業機構，都係挾持啊！挾持即係咩啊？即係犯法。係呢個時間就要播憑自我硬漢子。即係警察，你咪睇警訊都知啦。如果你覺得俾人哋挾持嘅，即係由幼稚園啲學生俾人挾持，到負傷千金俾人挾持，你要做嘅係咩啊？報警啦。如果你有任何線索嘅，請你打警方嘅號碼，向警方提供邵建華事件嘅線索啊，係嘛？警方都唔會唔做嘢啦。仲要你俾料佢快啲做啦。內地而家鬧到咁大，佢都要焗做啦，佢一定要協助啦，係咪？咁所以呢單嘢，如果你睇緊，你又除咗即係八八卦卦之外，你知道任何人有線索嘅，你應該提供啊，好嘛？除此之外，喂，都真係影響將來香港嘅即係形象嘅喎，係咪會覺得即係嚟香港好唔安全喎？成日無端端俾人帶走咁樣係嘛？係嘛？咁當然就話會唔會因為政見唔同俾人帶走啦，或者係得罪咗另外一啲嘢俾人帶走啦，得罪勢力嘅人，或者未必得罪大陸政府㗎，未必一定得罪共產黨㗎，得罪啲有錢佬都得㗎。即係外國嘅人都得嘅外國都有啲有錢佬㗎，有啲外國有錢佬好惡㗎，即係好黑下嗰㗎，啲，係嘛？有冇睇教父啊？哇！即即係任何國黑家嘅勢人啦力，任何地方都有嘅，係咪就唔係淨係內先？地或者香港。咁如果你警方覺得香港形象而家越嚟越衰啦，越嚟越低落啦，我哋明明係全世界最安全嘅城市之一，原來有人隨時俾人夾嘅，咁你可以做乜啦？做翻無間道做嘅嘢啦，
揾多幾個好似梁朝偉咁嘅人啦，滲透去唔同。喂，老實講，所謂講俗少少，老笠、爆竊、偷嘢、黑幫、賣毒品，飯都唔同人做開噶嘛，你唔會貿然做噶嘛，你估真係咁易揾 freelance 做咩？係咪？咁你警方梗係布下天羅地網啦，係嘛？即係如果你覺得呢排綁架、挾持，係真係嚴重咗嘅，咁咪針對性 form 條 team 去做咯。即係你當然，如果你夠膽，你直情講啦，講出嚟啦。我哋針對呢個情況咧，就即係都難啲啦。嗱，老實講，有啲地方有㗎，譬如南非啦，或者巴西啦，呢啲即係去親旅行都好驚俾人哋即係夾走㗎嘛。咁佢哋有條專責嘅小隊去即係保護呢啲人㗎。咁你香港你未必夠膽咁講，因為你覺得冇咁嚴重啦。今次又話個別事件啦，但係如果你真係覺得件事鬧大咗嘅，你起碼醒醒定定，你揾 team 人走去滲透，走去做呢啲嘢啊。喂，咁呢啲可以做到㗎。所以而家咧，除咗胡國興要答之外咧，有一個特首選舉參選人要盡快答，邊個？就係做個保安局局長。即係葉劉淑儀。葉劉淑儀真係要快啲答啦。教方員咧。咁同埋老實講，如果阿莊曾俾人成日話 hea 做嘅，而家佢撲出嚟答的話咧，攞分㗎。所以我覺得而家咧都係睇下邊個特首選舉參選人咧，盡快撲出嚟解決或者提供一個邵建華事件嘅答案。用解困新聞學嘅精神擺落去政治度，咁就攞到最多分啦。